今集就介紹一處適合一家大細同埋運動愛好者嘅新聚腳點啊，就叫做西沙高柏。佢擁有好多廣闊嘅戶外綠化休憩嘅空間噶，到處都會見到啲綠色嘅植物噶。而西沙高柏係以流線型設計，將運動、娛樂、餐飲同埋生活休閒體驗集於一身。而依樹呢，主要分為兩大區域。一邊呢就係高柏西沙，另一邊就係高柏 Sports。就先去左邊嘅屬於高柏 Sports 嗰區睇睇啊！依樹嘅戶外運動場啊，達100萬尺噶，歡迎大家入內參觀。不過禁止帶毛小孩入嚟噶。一入嚟啊，左邊呢就有處仿真人造草地足球場啊，可以容納11個人作賽嘅主球場。亦可以劃分為2個7人制嘅足球場，而喺足球場嘅隔籬呢，就設有5個符合國際規格嘅板網球場，而喺個板網球場後邊啊，設有3個3人嘅籃球場啊，仲有一個標準嘅6人仿真人造草地滾網球場，同埋香港唯一專為匹克球而設嘅戶外球場。而外圍啊，仲有一處全長約1.5公里嘅單車徑同埋跑步徑啊！戶外運動又點知咁少呢？當大家行返去中央廣場期間啊，就會見到一處6個符合國際網球聯合會規定嘅標準網球場啊！而喜歡玩 golf 嘅朋友亦唔使擔心，依樹都設有一個佔地25000尺嘅短桿練習區。同埋高爾夫球練習場，一共有多達77條高標準嘅球道㗎。至於另一邊嘅高柏西沙呢，呢邊都有幾處特色嘅地方㗎喎。先推介位於地下嘅歷奇天地，依樹真係俾各年齡層嘅兒童放電嘅好地方啊！有紅人公仔嘅滑梯啦。亦有噴水裝置，亦有俾1、2歲玩捐山窿嘅地方啊！亦有親子嘅秋千，同唔同大小嘅跳彈床啊！仲有處4.8米高嘅滑梯同埋攀爬架。而第2樣介紹俾大家嘅，都係位於地下嘅滑板公園。開放時間為星期1至5中午12點到晚上6點，6日及假期開放時間就會延長多1小時到夜晚7點。有興趣就過嚟玩啊！但記得要做足安全措施，帶定頭盔、護膝同埋護踭啊！而第3同埋第4樣要介紹嘅地方呢，係位於2樓㗎，分別係晴空花園同埋寵物公園啊！喺晴空花園裏邊啊，設有一個5.5米高嘅滑梯同埋觀景台啊。上咗觀景台啊，除咗可以打卡之外呢，仲可以俯瞰整個西沙高柏嘅遠景噶。當日仲見到好多主人呢，帶住個毛小孩散步拍照添。而位於晴空花園隔籬嘅呢，就係寵物公園啊。地方都大喎，有3000尺，全個公園裝修呢都係以露營為主題，設有多樣嘅寵物友善設備同埋遊樂設施啊。而公園呢都提供咗好多遮陰處同埋戶外嘅座位，令到主人呢同埋毛小孩呢都可以盡情放鬆啊。最後梗係要喺呢度食返個晏啦。暫時依樹食肆呢選擇真係唔多喎，多數以西餐為主。都有一間拉麵同埋冰室，茶飲店都有2間嘅。而想食點心嘅話呢，就只得一間嘆點心啦。行咗一圈之後啊，最後都係揀咗呢間嘆點心啊。佢係一間屬於寵物友善嘅點心店，餐廳呢就分室外同埋室內嘅，裝修就以藍白色為主，多數都係4人嘅圓台。哇！我哋嚟到呢個西沙呢，就真係要飲啖茶，食個包嚟呢間嘆點心度嘆茶先。
咁我哋咧就叫咗個特色茗茶喎。咁呢個茗茶咧點特色法咧？你睇下佢嘅呢個嘅擺設非常之古色古香，係啦，有啲哇茶葉啦，呢度啲滴漏係啦，好似飲咖啡咁滴落嚟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可以咧慢慢咁樣咧將佢咧倒落嚟，哇！真係咧可以有一種放鬆同埋放慢嘅感覺。咁呢個特色茗茶有啲咩揀㗎？係啦，呢度揀嘅茶咧就包括咧陳皮白茶啦、壽眉白茶啦，仲有我至愛嘅小青金普洱，呢個白菊普洱，同埋呢個烏龍蜜桃，同埋呢個大紅桃嘅。咁後真係好快啊！佢哋咧就嚟咗兩款咧，我哋叫咗嘅象徵度特高嘅點心喎。大家睇就見到啦，呢個咧就係蘋果係咯，你睇下有埋啲深淺色嘅，好犀利。咁仲有咧呢個咧大吉大利嘅柚子，呢個比較幾特別喎，比出邊嗰啲餐廳係啊。我哋以為係可能以為奶黃包啦，點知哇食落原來有啲橙嘅味道喎，呢度食有啲橙味道，同埋有少少嘅奶黃咯，都唔錯唔錯。大家估下蘋果係咩嚟咧？裏邊會唔會有蘋果味咧？咦？哦，咁得意，原來係芋頭嚟嘅喎個餡。試下先。你試下會唔會有啲蘋果味加芋頭？冇啦，今次冇啦。非常好熱辣辣嘅點心又嚟啦，咩嚟㗎？呢個係鳳眼餃啊！咁個配菜裏邊話個面咧，你大家見到啦，呢個係泡菜啊！隔離嗰個綠色嗰個咧就係蟹肉喺面頭嘅。咁啊，各自都有兩嚿嘅。咁我哋同你都可以慢慢每款都可以品嚐下啦。唔使炸。係啦。咁除咗面頭嗰個泡菜之外咧，個餡啦，哇！啲蝦都好似好多蝦肉係咪啊？係啊，好彈牙，個質感咧係非常之好有層次。好。有驚喜。另外嗰個蟹肉咧，嗰個點綴其實咧點綴得幾少少，不過就冇乜味咯。我就覺得用泡菜即係好啲，起碼有啲辣辣地嘅味道。哇！咁快就嚟到最後呢個甘筍鹹水角啦！哇，睇個樣就非常之靚啦。都皮薄餡靚嘅，都薄嘅，同埋啲餡咧都唔錯。最後就講返我哋點去西沙高柏啊！當日我哋咧就係喺大河站 B 出口出，往右邊方向行去巴士站，沿途都有牌指引大家咩巴士可以去西沙高柏㗎。有兩架巴士可以搭，分別係九巴嘅287號線同埋城巴嘅582號線。但留意啊，582號巴士線呢係循環線嚟㗎，來往白石角、西沙同埋14鄉，途經呢港鐵大河站。最後我哋都搭咗582巴士，約15分鐘就到西沙高柏啦。喜歡今集嘅話，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將條片分享俾其他朋友啊！而仍未訂閱嘅話，就快啲嚟訂閱美魔女遊天下啦！拜拜。